大家好啊，我就係司機 Michael 啦。今日我就教你咧幾個健身嘅動作。咁咧首先咧，掌上壓，挺起個胸度，跟住手好。如果你覺得唔方便咧，可以除低對鞋嘅，因為咧我哋隻腳要擰翻會，整翻隻腳，好。個頭低啲，個胸低啲，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呢個係10下push up嘅 demonstration， 跟住 sit up 啦。我擺幾個板喺度先。1、2，記住啊！我哋係用我哋嘅腹肌去做 sit up 㗎，千祈唔好用我哋個 pat pat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 leg raise， 1、2、3、4，跟住喺隻腳喐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跟住 weight training。首先二頭傾硬佢，挺起個胸度，將二頭肌拉到冇得收縮為止，拉翻落嚟，手勢都要啱㗎。而千祈唔好做啞鈴飛膊啊！如果唔係就會整親你個骨頭㗎。Tricep curl。好 ，lunges。跟住兩隻結啞鈴嘅 dumbbell row， 好 dumbbell row， 跟住我哋坐喺個 bench， 我當我張凳係 bench 啦。跟住 jump jack， 跑步， plank 同埋個跳上嚟個。下一個。
踏步。張隻眼力。今日嘅動作示範到此為止啊！OK，呢條片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有興趣觀啊，拜拜。